活不起了，活不起，把你的31集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。怎么，默默，你是要请我吃饭吗？你这样吃不起饭了。韩雪是那个唱歌的韩雪吗？欢迎听空。哎，现在好像很多港台明星也在那里直播的，好多唱歌的。我昨天还看到那个什么孟美岐，哎，是叫小美还是孟美岐在那里直播。